你好啊，天父愛你。 Jesus loves you。 每日都係新嘅開始。你預備好同天父一齊踏上今日嘅靈修旅程未啊？而家等我哋用少少嘅時間，安靜我哋嘅心靈，聽下最愛我哋嘅天父嘅話語啦。約翰福音10章1至11節。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人進羊圈，不從門進去，倒從別處爬進去，那人就是賊，就是強盜。從門進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門的就給他開門，羊也聽他的聲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領出來，既放出自己的羊來，就在前頭走，羊也跟着他，因為認得他的聲音。羊不跟着生人，因為不認得他的聲音，必要逃跑。耶穌將這比喻告訴他們，但他們不明白所說的是什麼意思。所以耶穌又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我就是羊的門。凡在我以先來的，都是賊，是強盜，羊卻不聽他們。我就是門，凡從我進來的，必然得救，並且出入得草吃。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有人分享到，有一次佢哋全家去參觀某個著名嘅樂園，喺入口嘅時候，佢睇到喺拱門上面寫住歡迎你嚟到世界上最快樂嘅地方。呢一條嘅標語引起友人嘅心思。跟住落嚟嘅成日裏面，佢就開始留意啲人嘅面色，發現喺呢一個地球上最快樂嘅地方嘅人當中，實際上只有少數嘅人面帶笑容。佢喺園中漫步，任由思緒自由飄蕩，佢竭力令到啲細路玩得盡興，同時佢都喺度沉思，點解睇起上嚟玩得開心嘅成年人會寥寥無幾呢？之後佢就諗起一首老歌，歌詞係咁樣寫嘅：人生匆匆，激情之後係綿綿嘅惆悵，人生似乎真係咁。實際上我哋都希望活得充實，同只係求生存係唔一樣。其實耶穌講過，佢嘅使命之一就係令我哋活出完全嘅生命。喺約翰福音10章10節，佢講到：我來了是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耶穌佢嚟到世界，因為咁我哋可以得上豐盛嘅生命。呢個生命唔係用墮落世界嘅標準嚟衡量，而係生命本應該達到咁嘅情況，就係生命之主所設計、所盼望嘅生命。主耶穌嘅降世係為咗赦免悖逆並且心靈破碎嘅人，所以主佢可以令我哋喺呢個冇希望嘅世界裏面活出滿有喜樂同埋盼望嘅人生。只係我哋願唔願意依靠主去活出咁樣嘅人生呢？親愛嘅天父，求你幫助我哋，叫我哋由心裏面去明白，更加體會到你為我哋降世，賜俾我哋生命，給予我哋豐盛、完全又自由嘅生命。求你讓我哋放下自己，願意全然嘅去依靠你、相信你，以致我哋因着認識你而面帶笑容，因着自由嘅生命、滿有盼望嘅生命而歡呼歡唱。我哋嘅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得勝之名祈求，阿門。詩歌進入豐盛。